今集同大家分享酒店生日佈置，介紹嘅酒店係富麗敦海洋公園酒店。睇片之前記得訂閱同撳鐘仔，鍾意嘅話記得讚好。大家記得睇到最後攞優惠。富麗敦海洋公園酒店位於海洋公園水上樂園旁邊嘅5星級酒店，房間空間充足，適合作為生日佈置擺放，擁有 Smart TV 可以播放影片。房間擁有落地玻璃，飽覽整個海景景色之餘，夜景亦能夠增添浪漫氣氛。我哋20 Balloon HK 佈置經驗豐富，酒店房型佈置設計專業，房間內唔同位置都係適合打卡，令你留下深刻回憶。今次房型屬於海景客房，房間擁有落地玻璃，除咗可以欣賞景觀，仲可以作為裝飾用途，空間充裕可做更多裝飾。今次生日套裝包括 Happy Birthday 鋁膜氣球、心心鋁膜氣球、Kiss-Me 嘴唇鋁膜氣球、情侶專屬生日驚喜派對氣球佈置，表達滿滿的祝福和愛意，為你打造最獨一無二、驚喜、難忘、浪漫的生日驚喜派對。立即卡低呢個畫面，再訂閱 YouTube 同 Follow IG 20 Balloon HK， 付款前俾我哋睇張圖，即享有5% off。我哋20 Balloon HK 佈置經驗豐富，提供生日、紀念日、求婚、百日宴、應援佈置、商業佈置、節日佈置等佈置服務，仲可以為你一條龍代訂花束，令你哋減少佈置時間同埋煩惱。立即去我哋20 Balloon HK 官網了解其他獨家熱門生日款式及價錢。如果煩惱如何打造驚喜、畢生難忘的生日佈置，歡迎聯絡我哋20 Balloon HK， 我哋為你提供免費諮詢。如果想知道其他酒店佈置或者節日攻略，記得要訂閱、撳鐘仔、讚好。我哋下次見。